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5日节的连假，真侪景点人潮是塌甜。像这个台南安平的老街，就引入到大量的游客。嘛因为天气真热，所以卖冰的生意强紧。也毋过医师来提醒，若是真热，毋好急要食冰，也若无一下食伤紧，若无法度解喙焦，身体颠倒会感觉无爽快。另外嘛有真侪人会去买迄个手摇茶类的饮料来解喙焦，也毋过爱注意的是，这个茶类利尿，若是无适时来补充到白滚水，是会增加到掉刷的风险。小 A 小 K 拢是人，5日节连假，台南安平足侪游客，天气遐尼热，冰店的生意强滚。串冰用到巴蒂、蓝糖浆含牛奶浆，当然还佫有上钓时的酸呀。配料足澎湃，有够慷慨，酸酸甜甜，冰冰凉凉，食起嘴就透心凉，但是爱注意哦。很热的气候、气温的环境，然后马上吃冰，当然是可以稍微消暑。那但是也是建议就是慢慢的吃。那最重要在天气热要消暑，还是要注意在这个水分的补充，还有环境上面的这个温度的调节。食冰可能会当互你一时感觉袂遐尼热，但是无法度止喙焦，所以得啉茶水，但是茶嘛唔通啉伤济。它是反而是利尿，所以说并不是说是一个我们作为水分补充的一个好的饮品。热天出外，如果水分若补充无够，佮一直流汗，可能就会脱水，所以啉滚水上实在。